想知道一個人嘅力量，唔使硬碰硬嘅。首先揸個手，互相握下手，知道初步嘅力量已經足夠，或者咬個手瓜就知道龍與鳳。身體骨頭生出硬嘅比較有着數，軟嘅都係同一道理，可以互相制衡，未必雙方較有益處。大家有優點同缺點，